上集講咗庚酉辛，今集繼續。呢個係九運坐神向戌。而家我將左邊宮位嘅運星2號放喺中宮度檢查，睇下有冇成門。2號向左係逆飛嘅，逆飛就有成門啦。飛咗2格。而家睇到當運星9號係飛咗去對七宮，因為對七宮嘅元旦星7號同向宮嘅元旦星6號不能合成，河圖生成數16共中，所以係負成門。向左成門係喺庚嘅位置。而家我將右邊宮位嘅運星5號放喺中宮度檢查，睇下有冇成門。運星5號同元旦星1號係同一個宮位，所以係按1號飛。1號向左係順飛，順飛係冇成門㗎。呢個係九運坐巽向乾。而家我將左邊宮位嘅運星2號放喺中宮度檢查，睇下有冇成門。2號向中係順飛，順飛係冇成門嘅。而家我將右邊宮位嘅運星5號放喺中宮度檢查，睇下有冇成門。運星5號同元旦星1號係同一個宮位，所以係按1號飛。1號向中係逆飛嘅，逆飛就有成門啦。飛咗5格。而家睇到當運星9號係飛咗去坎一宮，因為坎一宮嘅元旦星1號同向宮嘅元旦星6號合成河圖生成數16共中，所以係正成門。向中成門喺子嘅位置。呢個係九運坐巳向亥。坐巳向亥同坐巽向乾，佢哋嘅飛星號碼係相同嘅，只不過坐巽向乾係向中，坐巳向亥係向右。向右成門係喺癸嘅位置。請注意，成門係跟運嘅，係唔可以帶落下一個運，因為運過就會失效。進入下一個運嘅開始，最好將間屋重新裝修。呢個係羅庚方向圖。呢個係3元九運可用成門。今集講完啦。成門訣嘅第8集係最後一集。好多謝你嘅收睇，拜拜。